迄牛筋尖花啊，对，迄就是金针花啦。够水的，足牛的，他拄啊看的迄个，对啦，好啊，迄火龙果的花用啊会遐水哦，啊火龙果的花会当煮的款哦。啊，毋过吼，互伊变火龙果较好。对啊对啊。好变火龙果。这怎啊开安尼起来，啊怎啊变火龙果安尼啦？啊，毋过迄尾若甲夹开，毋知会变火龙果。夹开就无效。啊，去遐夹开都无啊。夹开就无效。这安尼生菇荇啦。哎呦哟，哦，迄啥物果啊？这啊做黄芥豆啦，你啊菇荇。黄芥豆也生菇荇哦。对，你啊看。黄芥豆也生菇荇啊，伤热啦。哦，啊卡毋治疗啦。啊，骹头有呢啊。骹头有哦，骹筋哦。啊呢？啊，会救筋的。袂啊，退化哦。哦，啦是。啊，人讲用迄个沙拉土呢，洗碗精沙拉土，洗碗精沙拉土。用洗碗精沙拉土安尼。嗯，啊，洗碗精沙拉土遐好用，人去洗迄个洗迄个做领箔啦。哦。真好，菇荇遐厉害。伊怎啊变毋食面哦？你看怎啊抽啊？抽伊哦。抽啊，怎啊做袂起啊？哦哟。啊是啊，天气热就会菇荇了。对哦，你看。哦。哎哟。这无效啊，开花哦，条无啊有啊。啊哈哈，哦，啊，这丛树啊，蛮上种的啦，这丛的，这丛讲。哦，灵应啦。哦，哦哟，你太太搞，你太太啊种足地项水果。哦，你，灵应啦。哦。哦，原来安尼。哦。哎呀，看气候有当时啊热，有当时啊冷啦。对啦，气候无稳定啦。啊，热人安尼，我较早食饭的哦，你太太，哦，啊，拢家煮的呢。啊，那家煮较辛苦的啊。啊，订素食便当无，甲一片订啊，一份60块。哦，伊若在内咱先煞送过你啊，较无好，惊好咧。阮遮订3份的，按2份咯，2份啦。安尼订2份，啊，看你有要加入的，我伊一摆送3份。遐骨仔都拢家煮哦。我食糜啦，我无喙齿啊。哎哟，啊食糜安尼菜爱淋足济项落去做伙控啦，控个像杂菜安尼。哟，控个像菜尾安尼做有营养的哦。哦，爱控较济项就对，红菜头啊啦，啥物木耳啦，看番麦还是啥物好物啊？系啊，哦，这火龙果它还够酸啊！伊爱用啥物肥？火龙果爱用啥物肥？火龙果啦，哦，果子肥啊！哦，无简单啊，这样种足济项水果。哦，呀，足济项火龙果啦，迄个铃啊啦，吼，啊，这做黄芥豆啦，哦，啊，搁迄啥山野算啦，山野，哦，啊，搁有迄那像迄个啥洛梨啊，啥有诶？洛梨。洛梨啦。菠萝蜜啦。好，菠萝蜜啦，哦，菠萝蜜。啊，这毋免足大丛落生哦。菠萝蜜毋免遐大丛落生哦。啊，安尼啊种。啊，好，搞。哦，谢谢。安尼啊，谢谢啊，哦，真搞，种水果佫拢会生，啊，嘛种几冬才会生。有啦，乐梨较袂。
料理无遐简单哦。哦，规位有开哦，啊，料过来了无，啊，拢当啊加。哦，我会落去的哦。对哦，你看。啊，第几档呀？物件物啊。哦，毋对对。这条安尼嘛无好味啊。哎呦，你看。有啦有啦。这安尼无好味啊。哎呦。哎，生安。哎呦，他生安尼哩。伤热去呢，啊啥？气候变化。啊，气候变化啊。哟哟，无巴米啦。哎呀，那生安尼。哦，人个西边遐种红过豆的种足济哦。啊，拢咧路边拢咧卖菜。哟哟哟，遐个。哟哟，遮真个，真个。哟，了行，了行。哦。